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。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。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，我係希烈。美國最新公布嘅通脹數據為市場帶嚟一個重要信號，整體消費通脹創咗過去6年以嚟最大嘅單月跌幅。至於剔除油價嘅各項分項數據，都顯示物價壓力其實相當溫和，印證咗通脹並冇廣泛擴散。以上嘅數據進一步鞏固咗我哋嘅觀點，即係通脹已經喺第二季見頂，聯儲局下半年應該會維持利率不變。咁當然，我哋都要持續觀望住中東嘅局勢發展，係可能會帶動油價再次飆升㗎。美國對伊朗發動新一輪嘅軍事攻擊，呢一連串嘅事件正係推動油價邁向我哋嘅預測區間上限70至到90美金。不過考慮到油價飆升對美國經濟同埋中期選舉嘅影響，美國係有誘因避免油價衝擊進一步升級。所以即使油價短暫升穿90美金，相信都唔會持續，亦都唔會對通脹造成重大衝擊。所以我哋認為仍然係鎖定收益嘅好時機。相比長期債息，通脹舒緩對短期債息嘅影響更加顯著，所以我哋繼續會偏好短期債券，亦都可以避免承受財政憂慮帶嚟嘅風險。而加息預期降溫，市場嘅風險胃納改善，我哋預計股市嘅升勢有望進一步擴闊。年初至今，亞洲股市嘅升幅主要由南韓同埋台灣帶動，反映資金集中流入半導體比重比較高嘅市場。隨住資金輪動至到更加廣泛嘅地區配置，中國同埋印度股市有追落後嘅空間。另外，美國嘅大型科技股都即將公布業績，喺雲端業務增長、AI 採用同埋數碼廣告趨勢嘅帶動之下，預計業績將會表現穩健。市場而家預計美國科技行業第二季嘅盈利增長超過60%，企業嘅 AI 資本開支亦都可能會維持高企。如果投資者嘅科技股配置偏低，可以喺業績期之前適度增持，捕捉反彈潛力。今集嘅時間嚟到呢度，多謝你嘅收聽，下星期再見。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，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，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。